最近坤哥又攤上咗大事，皆因佢金雲征服咗兩粒少女的提子，將佢哋玩弄於股，購之上。不過因為佢經常學習我江律師嘅網課，聽江一直話少走3年以上10年以下嘅彎路，所以佢知道請人哋食雪條要全程開啟行車記錄儀。多次問到要唔要哥哥嘅大雞髀，都得到咗肯定嘅答覆。睇過身份證確認車齡超過14週歲，並且聊天記錄都有自願嘅內容，甚至仲有後入息同埋女上位，最後仲轉賬咗500蚊搭的士。正常嚟講呢，除咗物理性嘅嗰條把柄係會俾人揸住之外，呢一個賽季嘅實操行動應該算係天衣無縫噶啦，唔使再同阿 Sir 解釋條褲係自己甩噶啦。但係1個月之後，坤哥依然係俾人送咗入去看守所。我趕到看守所見佢，問佢今次衰咩？佢好迷咁同我講話，叔叔有一份性防衛能力鑑定報告，話個女仔智商低於70，到底係咩意思？嗱，簡單啲嚟講啊，性防衛能力係指受害者自身心智障礙、智力缺陷或者精神障礙，無法理解性行為嘅含義或者後果，受害者就會被認定為無性防衛能力噶啦。呢種情況之下，受害者喺過程之中冇任何嘅反抗行為，完全自願，法律都可以認定施害者構成犯罪啊。坤哥話自己事前一啲都感受唔到呢個女仔係弱智，於是我俾佢嘅第一個法律意見就係叫佢自己先申請阿叔叔幫自己鑑定一下智力同埋刑事責任能力。畢竟弱智同弱智一般都可以產生共鳴，你冇辦法確認他人嘅智力水平，你應該係相似嘅智力水平啦。即使鑑定出嚟佢係完全刑事責任能力，智力狀況都可能會作為係酌定嘅量刑情節，喺法官自由裁量權嘅範圍之內予以考慮，雖然影響有限啦。後來我為咗幫阿坤哥辯護，經過咗我深入研究之後，發現原來弱智嘅臨床表現唔一定係語言啊、邏輯啊或者認知能力嘅障礙，好有可能表現喺社交或者其他日常行為上面。用坤哥嘅說話嚟形容呢，就係隱藏款弱智，所以你根本睇唔出嚟噶。仲有就係弱智人群嘅人口佔比佔到總人口嘅3%，唔算十分稀有噶。有一句真理係咁講噶，其實好多人都係弱智，只不過生活能夠自理，所以俾人忽略咗嘅啫。邊牧嘅智商呢，一般喺65左右，而豬嘅智商最高係可以去到80幾，好多人嘅智商就相當於邊牧同豬嘅串串啦。研究到呢度呢，我開始回憶自己嘅社交同埋日常行為，我真係有啲擔心自己係個弱智。我想講呢，根據我國殘疾人證管理辦法，弱智係可以辦殘疾人證嘅，只要你冇被法院宣告你係無民事行為能力人或者限制民事行為能力人，係可以正常做律師、考公、做公務員噶。所以你見到好多係話，好可能佢就真係個弱智嚟噶。我係個弱智都好嘅。畢竟強姦罪我嘅理論知識太強，但係實戰經驗相當少，工作10年都係得3個案件，空有一身本領無法施展。我係弱智嘅話，以後就可以打橫行噶啦。關注我愛江律師，你會幸福噶。